台灣李定國佇中壢順以過去永康公園三大水池開滿荷花，吸引水鳥起受歡喜，形成永康第一美景畫面。加上當中的望寮遺址，前總統蔣經國的行館，不過現在只剩空地雜草，加水池當中放生龜，予伊相當感慨美景加珍貴的文史，皆當留佇回憶當中。所以強烈要求教育局進行生態保育加文化保存。對此市長嘛回應加強保育維護和風華再現。現在我們這樣整個公園的池塘裡面，3個水池裡面幾乎只有一個，現在第一個水池現在荷花稍微有長起來了哈，但是問題現在是烏龜、鐵甲魚怎麼處理？我們連一個禁止放養烏龜和外來魚種的告示牌，我們也都沒有去設立哦。這個是對民眾的生態的教育，這個其實很重要，但是我們沒有做。我不知道這個是不是要交給教育局來執行，還是我們放任讓生態自己會找到所謂的出處。這個3個生態池目前有一個荷花營在呼籲中，是，然後另外兩個池呢，我們是基本上為生態的多樣性。那自己有關裡面有些烏龜那些，或是有些不該有的生態，就是說可能會造成生態破壞的現象，我們會請專家來看要怎麼樣來處理這個問題，來把還給這個3個生態池有一個什麼樣的多樣性。永康的這個永康公園的生態池的那個池子的問題哦，有一部分還是真的需要我們去勸導民眾不要再隨意拿到那邊放生。你如果說家裡兩隻烏龜不想養了，放到哪裡去？好。那是不是我們是否可以有一個這樣的機關，譬如說動保處或什麼，它可以送來動保處，好，那可以不要這樣子，就因為它隨便放在馬路上被車子壓了，又是一條生命。因為我們的生態教育始終做的都不夠。在議員李定國眼中，永康公園不只是綠地，更是歷史教室。所以嘛，進一步要求有機會移設一叢像生態大樹，而且不止教育局管轄利益，就是看文化、農業、觀光旅遊加經濟發展等各處的合作。台南新聞阮籍張素維採訪過的。